如果最近嚟雲大咧，只能推薦一間餐廳同埋咖啡，非佢哋莫屬。韓國真係超誇張啊！58cm 長嘅鰻魚直接真材實料俾客人睇完再生烤，一簽撐我，可能係雲大近日其中最 hit 嘅餐廳。佢哋堅持咧將每一份鰻魚保持一定嘅大小同埋等級，鰻魚會進行內部預烤，呢一個步驟咧可以鎖住肉汁，增加焦香。喺客人面前再烤嘅動作咧就係可以保持彈性同埋嫩度。Oh my god， 厚實感又肥美啊！呢一間咧真係直接榮升鰻魚店嘅 No.1， 強烈建議大家咧一定要加點冷麵。一直以為咧冷麵加烤肉咧先係絕配，原來配鰻魚咧係另一個升華。寫咗呢一個韓國位咧仲加點咗生牛肉同埋覆盆子酒，韓國人其中最愛嘅保身組合，鰻魚配覆盆子酒，鰻魚油脂濃厚，覆盆子酒咧可以中和咗佢嘅油膩，同時又強身。嚟韓國咧真係唔好淨係食烤肉同埋炸雞啦，鰻魚一定要安排一餐，相信咧一食就愛上。食完打卡咖啡咧先係韓國嘅日常。呢一間咧唔係一間普通嘅咖啡，韓妹 IG 打卡嘅網紅蛋糕咧總有一隻咧出處係佢哋，經過咧就會被呢個門口嘅設計咧引入眼簾。店內咧係韓系加外國風嘅組合，但最吸引嘅都係呢啲唔需要訂咧就係現場買到嘅蛋糕，啱晒外國人咧嚟韓國時慶祝嘅好選擇，由迷你到中等嘅 size 都有，而且佢哋嘅蛋糕咧真心係可以榮獲港澳人最高評價，真係唔甜，推薦大家嚟一試，快啲 share 俾嗰個即將要同你嚟韓國嘅朋友啦，分享儲存加朋情，追蹤我一齊地道識玩韓國，下次見，下尾拜用。